听众朋友，食饱未？老师平安。平安，人间平安。今仔日吼，阮一只伫啥物曼谷对无？伫泰国吼，落大雨，足大诶雨，正拄好吼。起身要去学校诶时啊，因为下早本来爱开会啊，结果落大雨，毋免开会。大好，咱今仔要讲啥物？长工忙落雨。忙落雨。嘿，对，咱种朋友敢是有感觉讲，生活吼，有当时啊，足侪代志吼，艰苦诶。像迄后壁咱这是啥物？老师迄个？满地叶啊。哦，满地叶，满地叶伫迄拍恁吼，应该是无爽快。老师有挽过地叶嘛？还是有朋友还是看过？无挽地叶，阮是布条啊、挂条啊，种番薯。老师讲去种番薯挂条，啊若到迄落啥物时阵诶时，拢爱去甲伊烧诶，对无？顶界讲爱烧几啊工吼，敢是安尼？无啦，即摆拢无咧用烧诶啊。哦，因为环境诶污染。哦，是，但是嘛是大日头吼，大日头爱淡仔迄落做事安尼吼。好，明花美秋来啊，平安你好。你会当写看卖啊，讲你最近有遇到啥物艰苦，还是有啥物吼？做袂完诶代志吼。其实阮今仔才第一工上课尔，但是吼，迄囡仔拢3岁尔，3岁囡仔拢是来好诶安尼。所以因应该心内嘛是想迄啥物长工咩讲？长工忙落雨，去食忙普渡。长工忙落雨。就是请工啦。请工对。所以伫咱诶圣经内面嘛有讲到即个啥物劳苦诶代志。咱来讲为什么讲去食忙普渡？迄是咱台湾诶环境，因为迄阵诶环境吼，逐个拢真歹过日。有去食有哪有真济，去食就拢去照3顿啊出去分，你若无出去分，就无通好食。所以去食忙普渡，普渡是啥物7月？也是讲其他诶拜拜吗？大拜拜诶日啊，因为逐个人拢咧普渡，普渡就讲家家户户拢有咧抬鸭啦。咱毋是咧讲过啥物7月半啊，毋知是我是。因为大家拢抬鸭抬鸡吼，就煮甲足澎湃，足好食。去食普渡诶时会当分着好食诶物件，其他诶时间拢会当分着诶，拢是很浅饭。多3顿尔吼。长工就是讲互人请诶工，你可能做一日，迄就是请工。你若互人请几个月，有人就是讲阮厝里做无闲，我需要请一个长工。迄个长工一请就是1个月还是3个月安尼，迄叫做长工。长工就是讲逐日拢有工课通互你做，伊就忙落雨，敢若落雨会当停困。做事也无讲礼拜日就停困，拢总爱做工，所以爱落雨才会当停。爱落雨才会当停，所以讲去食就忙普渡长工就忙落雨，就即个意思。安尼看阮迄阵细汉诶时做成吼，细汉咧读册诶时拢忙迄风台会当来，安尼毋免去学校安尼对无吼？还是落雪落较久诶安尼。所以咱顶个有讲7月半啊，即阵是去食嘛是。去食上欢喜诶，普渡上欢喜诶是去食呢吼，真特别安尼。所以。来，咱看要记圣经有写一段对这段来看到人人伫世间，敢毋是劳苦诶时期。伊约伯啊，这是伊写，会当替咱来写出一句话伊诶日子敢毋是亲像请工人诶日子？请工就是讲今仔日讨趁才有通食，明仔载无讨趁就无啊。约伯记7章第2节，佮讲亲像萝卜
切切翕无日落的影，日落才会当停困嘛。也亲像工人请工人毋万工钱。因为伊请工就讲，我今日互请去做工，我今日若做甲工作做了，我就当领钱啊。所以请工拢是咧毋万领钱。伊做工的目的就是要营业，若散工的是当去领钱。所以讲日子就是安尼歹过。人就是一日到暗拢是安尼伫艰苦的日子拢是安尼啦，歹过的日子。咱台湾有足侪歌咧念，迄个细汉囡仔咧唱的歌咱来看一张细汉囡仔唱的歌。佫有一张PowerPoint你无做嘛？好，对，你无用迄张？是，没有。迄块歌是安怎讲的？嘛叫我看卖。所以就是讲，我就是讲台湾囡仔歌内底足侪透早着出门，天色渐渐光，拼到日头要下乡。受苦无人问，为着顾三顿，毋惊田水冷酸酸。这是囡仔歌咧唱。透早着出门，天色渐渐光，拼到日头要下乡。佫有咱知影，伫遮歌内底，就人唱种为着要顾三顿，人就安尼操烦劳碌，一日过一日拢是为着安尼。一条歌叫做有酒干倘卖无，也是共款。无论透风落雨，因也毋惊艰苦出去。为着啥物？为着要顾三顿这就是艰苦我毋惊，风雨嘛照行，这是阮的文命。是，这是细汉念的透早就出门。细汉的歌曲内底有艰苦我毋惊，风雨嘛照行，这是阮的文命。是。所以为着要顾三顿。所以人活的咱个像人活的为着要顾三顿。若就讲咱做的工课，毋是咱喜意的就感觉讲，咱想要就是咧等下班尔，等放假安尼。有真侪人有即款的体会啦，约别圣经有即款的体会，人其实就是安尼。但是有一个问题咱会当更加知影就讲。耶稣讲劳苦担重担的人会当来我遮，你特要得到安息，你特要得到天困，所以讲来到上帝遐，耶稣讲的来找伊，你就会得到安息，就免逐日为着顾三顿咧操烦劳碌。咱今仔日来讲到遮。好消息啦就是讲，咱等下这进前杜老师讲啥物？这啥物1斤60块啊？这是啥物？满地叶啦，伊讲满地叶满1斤60块的工资。即阵拢是用称斤的啦即阵称斤的，无像引阵就是爱请长工对无？请长工，逐日拢爱满安尼请长工就逐日满。一个月互你偌济，安尼是安尼算叫长工。是，所以呢，观众朋友，咱今仔讲的去食网普渡来长工网落但是呢，伫阮的上帝遐伊有讲过若阵劳苦担重担的人会当去遐，伫上帝内面呢，拢会当得到透房，得到安息。像观众朋友，你若感觉你的生活艰苦的安尼，毋知影要去倒透房的，欢迎你来认捌上帝来教会好，安尼咱每一个礼拜一下暗台湾8点10分，太空7点10分，做伙来讲台语做伙用台语来讲圣经嘛，希望观众朋友你会当来得到祝福，多谢恁来捧场。
感谢感谢。是，还有一个讲话哦，伫泰国什么？免费的食物。对啦对啦，其实伫足侪国家拢是吼，就是送足侪好食的物件，伫教会嘛有对无？足侪吼，以前我会记得足久吼，台湾早期的是毋是拢教会拢咧分米啊，分啥物吼？毋免等普渡啊吼，会当去教会有足侪免费的恩典吼，等你来客哦。安尼，多谢老师，多谢观众朋友，大家来捧场。